又係時候帶大家出個巴好評啦！嚟到吉隆坡，今次唔帶大家去50 Best Bars，去一啲新發掘嘅正酒吧，由 concept 裝修到 cocktail 質素都唔一定比上網酒吧差。第一間嚟到喺唐人街嘅 Cabinet Egg， 佢係一間隱藏咗喺呢個聲稱係街坊俱樂部嘅地方入面。呢度除咗用馬來西亞本土元素做 cocktail 之外，仲有個茶酒配搭，可以揀自己中意嘅茶同做法，相當之好玩。第二間嚟到喺唐人街附近嘅 Laventa， 呢度係由馬來西亞 No.1 酒吧 Penrose 團隊新開，隱藏咗喺間酒店地庫入面，地方比 Penrose 大好多。除咗延續 Penrose 對味道口感上嘅講究，呢度仲可以買 bottle， 再用 bottle 嘅酒沖 cocktail， 估唔到開酒都可以飲到靚 cocktail 喎。第三間嚟到喺最近好 hit 嘅 TRX 商場入面呢間 BED Bag， 佢係間比較 casual 嘅 coffee bar， 呢度嘅 cocktail 相對比較甜同易入口，好啱我口味，而且望落好似糖果咁。呢杯係咪好鬼靚呢？佢係將白朱古力凝固咗喺個杯面，越飲會越甜。第四間嚟到喺50 Best Bars Weka 隔離嘅 Humble， 依間南美主題嘅酒吧最出名梗係去到南美唔可以唔嗌嘅 Pisco Sour， 佢哋另外都帶咗好多唔同嘅南美材料同酒嚟做 cocktail， 加上南美獨有嘅熱情 vibe， 我都真係幾中意呢度。如果大家下次嚟 KL， 記得 save 低呢個 post 啦。